先生很好，请坐，请问贵上。很好，我相中。现在的主客做事，你参见了做事，钟阿公的后生是咩？是啊，是的爱。真多那模样啊，变真多哦。今日很头了偏不改业务嘞。上个月我教我有米这条土地，今日头来做设家电流行报。哇，米土地头好啊！人讲让人面，可是让你面。按现的新报是资料拢写好势啊嘛？也忙。就随身份证和认祖嘛？有，这是我的身份证和认祖，麻烦些啦。我来协助现上명电流，请等下。得现电研究钟先生，也是现礼拜秘密的资料，请现刚个调客人面目面上大的资料是唔是错的？资料冇唔错。好，按我甲现线上顺签。我要得现基本申请是日时2分，内地1分请现留存，请现得俩顿认祖。罗拉，俩是设家电流的应付文件，有关出入人凭证申请单位和问题，俩就相关机关的联络电话得现，请现展开先参考里头资料。很感激，如人认为无得秘密免审议证登记了后，会30日内申报，得人罚3万到15万块哦。家仔现来偏好啊！好，我展开会好好研究里头资料，罗拉hen。